谢谢各位。好棒，好棒。我们也唱，我也唱自己的作品啊。我的作品有客家歌、国语的火龙歌、英文歌，已经归国发发了。有没有人会讲客家话？没有人哈，没关系哈。我在外面表演是国语、客家、台语啊，三通的哈，三通。有时加一点英文哈，四通的哈。日语我也会哈，我会讲一些日语啊，哑巴哈啦哈，出出去啦，瓦萨米啦哈，哈雅古啦哈，斯库达，我会讲一点啊，不敢讲太多，讲太多就会漏气啊。所以看到日本人哈，哈雅古来古，高比国都是很烂啊，再见。我会日语的，会加一点，会一点点的哈。我请吃力吧，乔斯库达的啊。当然跳舞哈，我会一点点的，不能讲太多肉气的。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首我们都记得的，我们这个年代应该都记得哈，阿美，好不好？好。下半段的部分就是客家的哈，我把它另外下半段再填了两曲那个客家的，阿妹。这个阿美哈，你们要大家稍微了解一下，跟你们解释一下，不是那个许纯美啊，不是那个美啊。说到他，我们艺人哈，一个一个都很火大，真的，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背后讲人家坏话，才艺嘛也不是，那个你说他会什么专业吗？还是钢琴吗？还是小喇叭吗？都没有。其实哈，他怎么作用的嘛？他怎么作用？你知道？他是在玩弄媒体。他有钱，他很有钱啊。听说他自己自费啊，自己出资啊，1亿啊，为了拍片啊。他那么有钱，随便呼召一下，就很多媒体啊，什么东西来为他报道，他也是这么钱给人家啊。所以说我们这些很多艺人啊，非常的，提到他哈，就非常摇头了啊。我有这个使命感，我们这些街头艺人哈，还有我们比较有使命感的这个艺人哈，要把好的东西端出来啊，把好的菜端出来啊。你也端好的菜，我也端好的菜，这个菜是满汉全席的呢啊。好，慢慢的讲，慢慢的聊，为大家分享这首阿美。阿美其实本家中，我记得快花花。今天你又绕新家，我是否有希望？虽然我是个穷光蛋，人又长得不怎么样，但是你要想一想，看看自己的长相。阿美不要再彷徨，少你的青春暖。今天你不要倔强，管着我的新娘。虽然我没气这样棒，吃得出茶有淡芳，只要你陪我作伴，保你白白又胖胖。